早上好，願主的平安與你和你的家人同在。在我們高聲禱告之前，我邀請你們深呼吸，靜下心來，花一點時間一起默想上帝的話語。正是從此，我們才能堅固我們的信仰，指引我們的方向。今天我們的冥想是約書亞記24章15節，其中我們讀到：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，誠誠實實侍奉他。你們要除掉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和埃及所侍奉的神，去侍奉耶和華。若你們以侍奉耶和華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侍奉的，是你們列祖所侍奉的神呢？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？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。這節經文真正呼召人作出抉擇。約書亞以勇氣和清晰的思路，毫不猶豫地將自己展現在人民面前。他沒有留下任何疑慮或便利的餘地，他的選擇已經做出。他的決定並非基於一時的感覺，而是建立在堅定的信心之上。這信心建立在上帝為他和人民所成就的一切之上。這是一份信實的宣言，至今仍被銘記。所以，我問你，你每天的選擇是什麼？誰掌管着你的家、你的態度、你的心？現在，我們已經反思了這個強有力的訊息，讓我們一起懷着信仰和敬畏之心，祈禱將我們的家奉獻給主。約書亞親眼見證了上帝的大能，他從乾地上渡過紅海，他在曠野嘗到天上降下的嗎哪。當許多人懼怕進入應許之地時，他卻堅定不移，信靠耶和華。約書亞並非僅僅通過道聽途說認識上帝，而是通過與上帝同行，信服上帝，信靠上帝而認識上帝。如今，在他忠信一生的盡頭，他明確地表明，唯有主配得敬拜，不再有隱藏在屋角的偶像，不再有困惑或猶豫。家中的每一個部分、每個房間、每個決定、每一顆心，都屬於上帝。請注意，約書亞並非只為自己說話，他提到了他的家人，我和我的家。這表明他深知自己作為屬靈領袖的角色，不僅在國家面前，也在自己的家中。他知道家是他最初的事工，家是價值觀形成的地方，是習慣養成的地方，也是故事開始的地方。約書亞肩負着一個使命，確保他的家人彰顯上帝的品格，而不是效法周圍世界的行事方式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百姓們回應了。在16至18節，他們堅定地說：我們斷不敢離棄耶和華去侍奉別神。耶和華我們的神曾將我們從埃及為奴之家領出來，在我們眼前行了大神蹟奇事，一路上都保護了我們。我們必侍奉耶和華，因為他是我們的神。多麼非凡的時刻！人們並非一時衝動做出反應，他們銘記在心，他們回顧過去，認識到是上帝的手引領着他們歷史的每一章。他們紀念那位拯救的神，那位信實的神，那位信守承諾的神。約書亞的個人選擇，最終演變成一場集體的靈性復興運動。他的勇氣重新點燃了整個民族的信仰。他的決定讓他們銘記上帝，以及他已成就的一切。現在停下來想一想，你的家怎麼樣？你的心又怎麼樣？你能像約書亞一樣堅定地宣告：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嗎？這不僅僅是一句掛在上的漂亮話，這是一個深刻的承諾，表明耶穌不僅在這裏受到歡迎，他是一切的中心。如果你能審視自己的人生，看到上帝曾如何扶持你、
他為你打開了多少扇門，他多少次在你力不從心時加添你的力量。那麼，或許今天就是你的約書亞時刻，或許此刻你應該站起來宣告：主啊，我選擇。我不想活出不冷不熱的信心，也不想只奉獻一部分。我要獻上一切。今天是重新開始的日子。如果這條信息觸動了你的心，請訂閱頻道，點讚視頻，與你特別的人分享，並在下方評論說：至於我和我的家，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。你的參與將加強這條信仰鏈。約書亞說：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侍奉的。他所表達的意思比表面上看起來更深刻。他呼籲百姓做出一個明智的決定，一個需要勇氣的選擇。你不能侍奉兩個主。當你的心在神和世上的偶像之間搖擺不定時，你就無法與神同行。在約書亞的時代，偶像可能是雕像、外邦神隻，或是繼承自埃及或亞摩利人的異教信仰。如今，偶像已呈現出不同的形式：金錢、名望、轉瞬即逝的快樂、虛榮，以及那些讓我們無法禱告、無法研讀聖經、無法進行家庭敬拜的干擾。任何竊取上帝在我們心中寶座地位的事物，即使看似無害，也都成了偽裝的偶像。正因如此，約書亞才如此直截了當：你們祖先所侍奉的神，你們要除掉。換句話說，要潔淨你們家的屬靈根基，不要讓舊根、隱藏的習慣或瑣碎的妥協默默滋長。侍奉主需要潔淨、降服和捨棄，但它也帶來自由、平安和新的方向。反思哪些聲音影響了你家的氛圍？你的房間裏播放着雜魔音樂，餐桌上說了雜魔話，你的孩子效仿了哪些榜樣？侍奉主不僅僅是在教堂裏說阿門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信仰，在我們彼此相待的方式中，在我們選擇觀看、聆聽、消費和慶祝的事物中。約書亞明白，要使他的家歸於上帝，他自己必須率先信服。屬靈領袖不會用武力強加於人，而是以身作則，激勵他人。這正是上帝對我們的期望：一個父母禱告的家，一個孩子從小就學會尋求主的家，一個問題需要用跪拜來面對，而不是僅僅用叫喊或爭吵來解決的家。當家成為祭壇時，爭戰就勝利了，因為神居住在他受尊崇之處，他祝福他受歡迎之處，他改變他的靈在何處運行。聽到這些，你或許會想：可是在我家，只有我一個人相信，只有我一個人禱告，其他人都不在乎。別灰心。約書亞也必須在一群向別神獻殷勤的人群中站穩腳跟。起初，他的決定很孤單，但這足以引發一場運動。無論你身在何處，你都是光。光無需成為大多數人的焦點才能閃耀，它只需要點亮。上帝會使用你的忠誠觸動你周圍人的心。保持堅強。為你的家人禱告，為你的家呼求，在你的客廳、臥室、家中宣告承諾。上帝尊重那些尊重他的人。請記住，約書亞沒有等所有人都準備好。他說：至於我和我的家，換句話說，即使其他人還在準備中，他也承擔了責任。他沒有等所有人同意。他憑着信心帶領，而這正是上帝所尋求的態度。那些帶着屬靈權柄站起來說：在這裏，在我家，耶穌是王。也許今天正是你回顧歷史的時候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樣，銘記上帝所做的一切。記住，當無人伸出援手時，
他是如何扶持你的。記住，當艱難困苦時，他是如何照顧你的家人。記住，當一切外在崩塌時，他是如何賜給你平安。這份記憶將重新點燃你的信仰，並重申你對天國的執着。現在，不妨效法約書亞，不要再拖延，不要推遲你的承諾，不要等到每個人都同意。今天就做出選擇，讓你的家成為聖潔的所在，讓神的同在不再是訪客，而是真正的居所。讓信仰不只是口頭說說，而是活出生命。如果你相信這話語，並渴望看到你的家煥然一新，請在評論區寫下我的家是屬於主的，與你愛的人分享這個禱告。願上帝大能地祝福你的家。我們需要牢記一個強大的真理：當我們把上帝置於家庭的中心時，其他一切都會水到渠成。這並不意味着問題消失，而是目標的實現。這並不是說暴風雨會停止，而是說房子會建在磐石上。正如耶穌在福音書中所說，倒塌的房子和屹立不倒的房子之間的區別不在於雨水的強度，而在於它建造的根基。這基礎是什麼？上帝的話語、禱告、饒恕的愛、建立的對話、合一的捨己。聖靈在家庭的每個角落運行，在夫妻做的每一個決定中運行，在孩子們的每一個態度中運行。約書亞深知這一點，這就是為什麼他沒有說我要竭力侍奉耶和華。他堅定地宣告：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侍奉。這是一項旨意，一項契約，一個永恆的印記。也許你在一個破碎的家庭長大，充滿了哭喊、缺席和未癒合的傷痛。也許你背負着創傷，帶着對那個環境的記憶，那個環境帶來的傷害遠大於它帶來的保護。但請仔細聽，你不必重複這樣的循環。在基督裏，所有遺傳的咒詛都被打破了，所有有害的模式都能被中斷。你被呼召去開啟新的傳承，是的，新的傳承，一個真正愛上帝的一代，一個充滿尊重、真理、臣服和信仰的家庭，一個聖經不再積灰，而是擺放在房間中央的家，一個孩子們成長的地方，知道他們可以信任父母，不是出於恐懼，而是出於愛。一個鄰居們注意到一些不同的東西的地方，因為這裡有光明、有恩典、有同在。但這需要你做出決定，選擇服侍誰並非情感問題，而是屬靈的事。這無關乎感覺，而關乎信服。即使周圍的一切都與你相反，你也要憑着信心行事。約書亞周圍都是優柔寡斷的人，但他堅定不移，他沒有讓周圍的文化污染自己。上帝也尊重他。當你像約書亞一樣下定決心時，上帝就會開始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採取行動。門會打開，堅硬的心開始軟化，人際關係開始修復，家庭氛圍會改變。曾經混亂的地方，如今有了平安；曾經喧囂的地方，如今有了對話；曾經恐懼的地方，如今有了希望。別以為你必須完美才能實現這一點。上帝尋找的不是完美的家，而是一顆願意敞開心扉的心。他尋找的不是永不犯錯的家庭，而是那些願意悔改、重新開始的家庭。沒有他收拾不了的爛攤子，沒有他用愛無法修復的裂痕。從今天開始，用你擁有的一切開始。睡前禱告，黎明時唱一首讚美詩，一個真誠的擁抱，一次請求寬恕，
一杯充滿感激的咖啡。上帝在點點滴滴中動工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這些種子會茁壯成長。因為當一個家侍奉主時，它就變成了人間天堂。所以再次宣告，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。大聲宣告，把它寫在你家的入口處，寫在你臥室的鏡子上，寫在你心中的回憶裏，讓它成為你的座右銘，你的方向，你的錨。如果這條信息對你有所啟發，請與你愛的人分享，並在評論中宣告：我的家屬於上帝。願主的祝福覆蓋你家的每個角落，從今天到永遠。阿門。現在，請閉上眼睛，想象一下你的家因上帝的同在而煥然一新。想象一下，客廳裏充滿歡聲笑語，臥室裏充滿寧靜祥和，廚房裏彌漫着新鮮出爐麵包的香味，以及真摯的交談聲。想象一下，心心相印，眼神閃爍着希望，擁抱從容不迫。這景象並非幻想，而是上帝對你的期望的體現。但僅僅想象是不夠的，我們必須禱告、呼求，並憑着信心行事。我們必須像約書亞一樣，即使跟隨世界似乎更容易，也要做出選擇。我們必須抵擋壓力，打破那些讓我們遠離上帝的模式，將天國的旗幟插在家裏的中心。靈性上沒有中立，要麼你用光明影響你的家，要麼黑暗接管一切。如果你嘗試過卻受挫，如果你禱告過卻毫無改變，請記住，上帝沒有忘記你。他的時間與我們不同，有時他默默無聞地工作，塑造人心，摧毀無形的堅固營壘，為更偉大的事工預備基石。堅持下去，繼續相信，因為當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候，奇蹟就會敲你的門。現在，讓我們懷着信心，一起祈禱。主啊，我們讚美的信實。今天，我們將我們的家擺在面前，願的同在充滿這房子的每一個房間，每一個角落，以及每一顆居住或經過的人的心。願的愛驅散一切恐懼，一切不和，一切隱藏的痛苦。我們宣告這房子屬於，願成為這一切的根基、屋頂、壁和中心。祝福家中的每一位成員，醫治舊傷，修復破裂的紐帶，縱然冷淡的愛。賜我們智慧去寬恕，賜我們勇氣去傾訴，賜我們溫柔去傾聽，賜我們信心去堅持。願我們的家成為的避難所，的平安掌管，的名被高舉。正如約書亞所宣告的，我們也宣告，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。無論代價如何，無論發生什麼，我們都將委身於。我們相信主在那裏，凡不可能的事都將成為可能。奉耶穌的名，阿門。現在深吸一口氣，感受這股彌漫的平安。這是聖靈在觸摸你，觸摸你的家。無論過去如何，今天一個新的循環開始了。你並不孤單，上帝與你同在。他居住在你歡迎他的地方，而你也邀請了他。因此，帶着信心前進吧，因為偉大的事情即將到來。如果這段禱告觸動了你的心，請在評論中寫下，至於我和我家，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。請點讚、分享，並將這段信息傳遞給其他同樣需要醫治、復興和指引的家庭。願你的家無論身在何處，都能成為照亮你的明燈。願上帝祝福你。